今日嘅執着會造成明日嘅後悔。究竟咩叫執着呢？其實生命裏面究竟咩叫完美呢？其實只有你嘅完美。其實呢個世界係冇絕對嘅完美，但係如果你去不停咁樣去追求住執着嘅話，即係話一隻戒指一卡嘅你又想兩卡，甚至乎你一定要做到好完美嘅話，你一定好後悔。因為喺往後當你過咗呢段日子嘅時候呢，你會發覺嗰時候做嘅一切嘅執着呢，只不過係一份嘅旅程，甚至乎一份嘅過程。有時候呢，我哋執着一段嘅關係啦，其實我哋去冇理會當下，我哋去要求呢段關係一定要點樣點樣，去配合我嘅執着，我嘅完美。其實呢，最終極呢，所有嘢都變成唔完美嘅。其實呢，無論做生意又好，或者喺你自己嘅生命裏面都好咧，我哋有時候去講緊一句嘅說話，有效果比有道理更重要。所有嘅嘢你講一定有你嘅理由，甚至乎可能你會講呢個係世界嘅理由，但係呢種理由係唔係等於每一個人都喜歡呢？所以永遠都記住呢一句智慧嘅說話，有效果比有道理更重要。